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喙打喉看，台语安尼写，喙打喉看，口渴、口干舌燥，台语讲喙打喉看。明明都无感冒，但是总是感觉喙打喉看，咽喉打痛，就算直直啉水，也是无法度改善。中医师讲，这有可能是五脏六腑失调，会当搭配中医食疗茶饮对症调理改善。若华语的磨牙，台语讲咬喙齿筋。暗时伫咧困，若会咬喙齿筋，讲甲个性、压力、忧郁、焦虑有关系。上好找医生处理，较妥当。若咬喙是食到也未熟的水果，喙内有一种涩涩的感觉，像蛆啊，像金蕉，若也未熟，食到就会咬喙。过来咬喙是好胃口，也就是下味下口味。最近的便当真合我的口味，食到真咬喙，规粒便当拢食了了。上尾来讲一个开喙合喙。无怪人拢叫你是钱嫂啊，遐爱钱，开喙合喙拢是钱钱钱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喙打喉看，实在真趣味。